现在呢，接下来让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正讲师来为大家慈悲我们《道德经》的第48章。请讲师慈悲前道恭，坤道恭，讲师好。廖老师各位听众各位真诚大家早安。讲师早安。非常幸福幸福。这次的机会，大家依然持续真诚在留言哈。首先爱感谢上天讲的提问，按照四位皇族、师尊、师母两位老大姐带阮带领，老真年五代英星，安真年叶曼书，在精神会者好心栽培计划，叫这次办会成立，也叫考学习了完的一个机会。咱学校每一遍只要轮到来学习道德经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恐怖，因为咱知影这经典的理念确实真歹体会啦足歹体会啦咱的境界无到遮，咱的心境无到遐咱看拢看着表面，无法度内底真正的意思所以讲要甲这种道德经来分享大家，实在是有所参与，有所不足的。就是因为咱学校不足所以要上台足紧张的，足惊伊担负着各位前辈者。咧前辈者就属于的，拢甲学校讲，啦，你看起也袂紧张啊，拢知啊学校讲你拢毋知影，看起敢若好好个咧，下底咱下骹咧喘，咱拢看袂着啊。咱学校紧张甲啥物程度呢？咱拄则咱拢知影讲书上来是拢爱写主办的形式嘛咱学校拄则行后壁甲咱尤其是清洗，清洗了行倒，倒来迄门医院迄门牌拢袂开啦，当时锁掉，我拄仔日嘛就好好是即摆骹开就开袂开，一直甲塞，愈用愈大那种，赶快袂开，结果前辈才安尼。甲看，紧张甲这个程度所以你甲看风帆啦，对啦咱命一世人，永远袂开啦，甲我都困入来对啦所以风帆来定对啦。所以讲咱学经典非常的好，咱就是要透过经典学习圣人伊是安怎会成就圣人，咱是安怎就是来就是咧学习伊的行业，伊安怎成圣人呢？伊家己的过程，家己修行的迄个过程，拢写在经典内底。所以讲，咱学习经典就是咧学习圣人是安怎成就圣人的。但是学的爱用啦学的爱家己用，咱若无用啦共款袂成啦所以讲互相来学习，咱学校无学校，咱学校嘛是来学习，是讲甲咱一点点体会咱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对这种的一点点体会，甲咱做一下分享。但是这无一定是标准的，无一定是正确的这爱先讲这是咱学校的成立所以讲，如果讲咱学校的见解体有所错误的时阵，来盼望咱随真的爱善解，爱多多包涵，甲学校鼓励啦互学校有较进步提升的一个空间。咱题目没有，看咱学校看较一片乌乌的，这就简单啦。所以讲，咱今仔日咱学校要来交咱分享的是48种啦照惯例，咱学校先，各位在咱做伙来家念一遍啦咱学校念一句，咱大家做为学为业。
为学日益，为得日顺，为得日顺，顺之又顺，顺之又顺，以之无为，以之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故处天下者，故处天下者，常以无私，常以无私，一其有私，一其有私，不足以处天下。不足以处天下。这一段啦吼，那这种呢，咱过一阵足侪人拢听过。这种算是咱道德经内底吼，算足有名的种的其中一种就对啦吼。咱定定咧用，定定咧听，拢讲为汉日益，为得日顺，所以讲这种大家应该印象足深。嘛足侪讲师咧讲，摕这种出来讲道理，爱去旧年咱体会班内底，应该是旧年，若毋是旧年就是前年吼，嘛有讲师的题目是为汉日益，为得日顺。所以讲大家拢知的道理吼，然后就感觉讲，哎呀，这大家拢足熟啊，足熟啊，是要安怎去讲吼？嘛是爱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的体会拢无同款，所以讲伊愿爱来学习。所以讲其实这种有足侪款无共款的见解，无共款的解说啦。所以讲也许咱其他的想法的理解，无一定条咱想的共款，一个做一个参考啦吼，做参考。所以讲在这种呢，已经开始就甲咱讲吼，为学习这件代志了吼，爱一天比一天进步，一天比一天进步。因为咱只要要学习，咱一定会有收获嘛吼，拢一定有收益，所以为学是日益。但是为道呢，对修道这件代志吼，爱变过来吼，袂使日益哦，爱日顺，爱甲迄无应该有诶，爱甲伊去除。因为咱知哦，修道就是咧去除本有，才当恢复本有。咱本来有诶，就是互遮本来自性，本来就是足公平、足清净、足无污染诶。但是即马有足侪污染，所以爱一点仔一点仔甲伊去除。这就是修道的目的嘛吼。所以方法爱日顺，一天比一天减少，一天比一天去甲伊去除。爱那功夫哦，爱顺之又顺哦，爱不简单，一直甲伊去除，一直去除，去除到最后完全拢无啊，来到无为、清净无污染的这个境界，才完成哦。若阁有一点点仔有为吼，迄拢是还袂够，还继续搁顺啦吼。达到无为了呢，咱才会当无不为，无所不为，啥物都会当做啊吼。所以下底甲咱讲，处天下，所以讲第二一个国家是第一天下，爱用无，爱无私啦，你袂使用有来去应私，你爱用无，你爱用德政啊，你袂使规范足济，你规范足济人民足烦的啦你无好治理啦你若用足济政策颁布足济命令，就是治理国家这你无法度家治理较好势。这是一种人民中大部分，咱来去看解说，大部分的解说拢是安尼讲啦但是若安尼以这种的方式去解你会感觉讲经典好像也就这样子，无特别对咱无啥物特别的帮助。所以讲咱就爱去家思考，除了安尼以外，是毋是内底阁有更加深的一个意思所以讲，咱即摆来慢慢甲咱想的这是他后学的心得，做一个分享然后就开始来探讨为学日益，为道日顺，这是两项代志，为学甲为道嘛，这是两件代志，但是其实伊嘛是一件代志而已哦。咱来讲为学够重要，重要。学习这件代志够重要，足重要，确实足重要。你甲看咱人一出世了后，就开始学，开始不断的学习。咱若无经过学习，咱无法度在这个人世间徛起的所以，愈自出世开始，咱开始学食物件嘛爱学
天去进步，我一天学我，一天学我。咱拄开始咧学捌字的时阵，一天学一字、两字，吼，是咱捌的字就愈来愈济嘛，吼，迄就是真益。大家都有钱干，吼啊，每愈来愈好，所以为学一定是真益的，吼，会肯定嘛吼。咱只要学，一定会愈来愈好啊，愈来愈真干啦。啊，但是学习足重要。啊，但是爱学啥物，这个较重要。爱去主路，吼，康复组的学生主路，有一道康复组看到主路这边啊，吼，伊主路拄开始，咱知影主路伊是女性的，吼，伊功夫足好嘛，吼，是女性的，袂爱读册，袂爱学习。啊，伊拄拜康复组为师的时阵，吼，无足认真咧学习啊，因为就是爱舞刀弄枪的嘛，吼。那有一天，康复组看到伊，吼，伫边仔吼，伫遐无所事事啦，无爱读册啦，吼，就去甲伊问啊，问讲吼，你的兴趣是啥物啊？吼，你较喜欢啥物物件？啊，主路就甲讲吼，我爱击剑啊，吼，我喜欢长剑啊，吼，伊就是最爱舞剑就对啦，吼，讲伊爱长剑，啊，康复组就甲讲，我毋是问你这啦，你无感觉讲吼，咱人吼爱学习啊，爱学习才会进步啊，吼，啊，我是咧问讲你较喜欢学啥物物件啊？啊，主路就甲讲，人敢真正爱学习吗？我学习对我有啥物帮助吗？啊，康复组就甲伊讲哦，伊讲就可比啦，吼，一个文学，那文学伊若无你着愿意去甲伊进阶的这个代志啦，吼，无敢甲文学讲话这个中心的话，文学有可能会做了错误的决定、错误的政策，吼，你讲甲就袂当对你有好势。咱一个读册人，如果讲伊若无善的朋友愿意去甲伊提携，愿意去甲伊讲你的不足，这个读册人吼，有可能伊会认你的错误。啊，同款你若是一只马啊，你要甲伊训嘛，吼，要互这只马啊，会当听咱的话，吼，受咱的控制，这支鞭子吼，你袂使无咧靠这支鞭子去甲伊训练。啊，下棋吼，下棋迄个公路啦，吼，你使用这个公路，这个公路伊嘛有一个，你着甲伊控制伊的准度的这个物件吼，伊嘛是袂使无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是要互伊控制，互伊个写了会准。啊，树啊，一丛树木，你若透过目睭啊吼，去甲伊雕刻，这丛树啊会当生甲非常的直，吼，咱就好会当去甲伊运用啊。所以讲一个人啊吼，迄真理道德有学习真理道德吼，伊行出来就是有帮助的。啊，若无学真理道德呢，有可能是为非三者，到最后接受法律的制裁。所以讲咱人一定爱学习。啊，主路听听的，吼，伊就感觉讲无啥认同。就讲我听讲吼，南山有一种竹啊，这种竹啊吼，伊本身就生了有够直的，吼，伊免透过咱人去甲伊加工，毋免透过伊目睭去甲伊雕刻，伊就当生甲有够直。啊，我坐起来甲伊头，我甲写好针，了后我甲伊写出去，哦，我当写种，而且呢，我当穿透一个犀牛的皮。哦，犀牛的皮吼是足够的吼，我那个写伊，我会当甲伊烫过伊的皮吼，我马上会当猎到一只犀牛的对啦吼，要讲，人根本就毋免透过学习啊，毋免雕刻啊，伊天生天赋异禀，所以伊无认同爱学习。那康复组听听就甲伊讲，是啊，但是你这个啊，如果讲你个头前你写尖尖的头，尖尖的所在，你个甲伊倒一个。PT 啊，到 TP， 你个后壁，你个甲伊斗一寡羽毛、羽毛甲伊斗起来，安尼你去甲伊写，伊是毋是会当写愈远？是毋是会当写愈紧？是毋是会记在头会愈大？吼，这拄着听听讲，确实有影咧。啊，所以呢，伊就较认同哦，甘拜下风，确实人真正爱透过学习，哦，咱才会进步，才会提升。所以学习这件代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道理嘛，一直甲咱讲，咱爱学习啦，吼，爱学习非常重要。但是学习，咱下下拄才甲咱讲，要学啥？学啥物物件？这愈重要。咱若学了毋对，吼，这对咱毋是帮助的哦。所以讲，咱即摆的人吼，咱看较早的人。
的人啊，就讲咱环境，咱世俗人，一般的人，咱学拢咧学啥？咱家己家想看卖啊，自咱学校开始学，拢咧学啥？后摆出来，要安怎找一个好的头路？哦，要安怎赚较济钱？哦，互咱的生活愈来愈好，互咱会当食好、穿好、住好，遐一切享受拢是好的，是毋是安尼？即摆学校教咱的拢是教这哦，教咱学习要安怎互咱的生活愈来愈好，要安怎互咱会当在即个世间会当愈来愈享受。所以讲，凡俗的恶、环境之恶，拢是学啥？拢是咧学养病、富病、教病，互咱即个身躯啦，拢是拢是为着即个身躯，互咱即个身躯愈来愈好，愈来愈健康，愈来愈享受，愈来愈快活，拢是为着这个学的。所以为着这个身躯学。伊就是啥物所在呢？就是在会当互咱安和乐利。咱在这个世间，咱就过了足快乐的人，生活无忧无虑啊。我要食就行食，我要穿就行穿，我要出门就有条车行去开，我要大尾就大个足舒适的。生活过了足好的啦，所以咱处在安和乐利的环境内底，这就是咱的目标。所以一般人咧学，就是学这。希望咱的日子愈来愈好过。所以追求的是追求这个知识知识为着是要，互咱赚较侪钱，为着是咱这个身躯。所以环境之恶，为的是啥？为身，为着身躯，因为为着身躯咧拍拼，所以咱的身躯会足享受的，足好的。咱讲人生，敢爱？袂着头爱啊这好好。这种的日子好啊，但是呢，毋是最终的目标，这毋是咱最后的一个目标。如果讲咱把目的放伫遮，那安尼咱最后呢，继续轮回啦。这苦本来是袂了，享受安逸，在安逸当中咱这觉知会死亡。咱袂觉醒，咱袂想要觉醒，咱会毋知影爱觉醒。唔知影讲原来这种的舒适圈是一种慢性死亡，然后温水煮青蛙慢慢的走向觉知的灭亡，咱都唔知哦。所以讲这有咱是真可怕一件代志，但是咱即摆学拢是向这个方向在学。所以咱讲学伊是个另外一个，就是啥性恒之学，性恒赶快在学啊。伊嘛是自细时开始一直学啊，白白咧读册，是安那为人读出来趁大钱，为人看出来，为人学出来，去做科学家，去做教育家，去做这世里面的人，白白咧学这物件，是安那无共款，因为目标无共款，伊的目的无共款啊。所以讲性系咧学是学啥？是为着要行动、力强、进行。拢啥？拢要向家己啦，要学家己的，互咱这心，互咱的心会当受家己的控制。我会当控制我的心，我的心袂随着外在一切的因缘而拍走，我会当随时接纳我的心。所以我一个人的时阵，我有咱就谨慎的，所以我会当努力去向善的功夫，去从我这心性咧，咱去甲显露出来，所以一直向心性咧下功夫，所以伊的学是学这个方面。所以世俗人学是学为着这个身躯，那性质的学是为着咱这个心性，已经向心性咧学习啦。所以大家拢伫个心性伫遐咧下功夫，那安尼伊的业是啥？伊得着是啥？会当。亲亲显现亲亲啦，啥物是显现亲亲这是咱在学内底有甲讲君子贤义贤义，亲义亲啊。小人呢？小人就是头前顶管讲小人是乐其乐利利，乐其乐而利其利啊，顶管讲安和
一个自信，一个本性，所以伊拢伫心性咧下功夫，所以到尾仔呢，伊对伊的心性就足亲的，对自信就足亲的，咧效法，所以伊到最后伊就有法度，哦，自信做主，有法度，伊所行出拢是利益百姓的代志，所以讲乌恶真恶不恶啊，咱遮的真恶啊，吼，就是以咱较早的圣人啊，迄个尧舜文武遮的圣人，你甲看，因迄阵治理落来天下到即阵，毋免讲孔夫子迄阵啊，到咱即马吼，咱犹原佫足兴盛的啦，因为啥？因为伊德政，因为伊的德性，伊的德性流露出来，会当感受遮尔啊济人吼，会当感化到即马。2、3千年以后，咱即摆要咧感念即种的德性，啊，这就是咱咧很亲切。啊，所以讲圣人学的目标是在心性，啊，到尾啊，咱会当做到很亲切啦。啊，所以讲咱即摆家己看，啊，咱即摆有危害之力无？好，咱有咧学习无？啊，咱咧学啥物物件？啊，咱敢有大家咧进步？这咱家己。爱好好啊，你家思考看卖啊。啊，所以讲学习有即两种的方法，两种的无共款的学习的目标。啊，重点拢是啥？拢是要益，爱增益啊。啊，什么是益？吼，益就是增加嘛。吼，所以咱只要有学习，咱就会增加吼，学一项，咱就加一项，所以拢会增加。技术嘛是共款，知识嘛是共款啦吼，只要咱愿意去学吼，开时间去家学，咱拢会增加。像咱咧学生咧读册，吼，啊拢爱学英文，咱学较早吼，上无爱学英文的啦吼，英文实在是足困难的啦，因为咱平常时啊，人毋是咧讲英文的，咱无咧讲英文，啊学遐尔啊济吼，咱佫无咧讲，学到最后都甲放袂记啊。英文的基础吼，就是爱背单词，一定爱背单词啦。讲吼，你单词背愈济啊，吼，你英文吼就愈无问题啦。啊，背单词，迄阵我读册时阵啊讲，一天爱背几个啊，吼，迄背吼，真痛苦一件代志。啊，背一个吼，咱就记一个，啊，但愈背愈济吼，就算讲咱文法有改正，但是加点要去看有，大家拢看有道道的意思袂差，甲对倒去啊。哦，所以讲大家拢爱去背，到最后人讲背愈济人吼，你英文就愈好。学习是安尼啦吼。哦，啊，但是呢，圣人之学，吼，伊嘛是咧认真咧学哦。啊，咱毋是干那有帮助，有真讲尔吼，亦佫有帮助，佫有好处的意思哦。所以讲咱学的物件有增加知识，吼，爱佫来增加理解。增加咱的体悟，因为呢，对咱才有帮助啊，才有好处啊。咱学遮尔啊济，结果无帮助、无好处，这毋是学。所以咱看足济人，学足济，知识足悬，读到大学研究所，甚至读到博士，伊个学遮尔啊济的物件，互增加遮尔啊济的知识技能，但是呢，你甲这个物件摕去诈骗。摕去欺骗大家，吼，用遮物件摕去做歹代志，吼，危害众生来利益家己，那呢，这敢是益？这都毋是益啊，伊只是增加，但是伊无帮助别人，无帮助自己，对社会一点仔好处都无。那这都毋是真正的益啊。所以讲，咱要爱这益啊，吼，一定爱这3项拢有，这才是真正的学哦。所以爱啥？爱有增加。大家进步增加，咱学的这对咱敢有帮助，吼，对社会敢有帮助，吼，啊，敢有好处，对咱是毋是好的？对社会是毋是好的？吼，若拢有，这才是真正的为学之益。啊，所以讲咱若法度做甲这3项拢有哦，真正的益吼，那呢，这个项益之如意啊，为学，甲咱所学的物件运用在咱的生活当中，互咱有帮助，对咱有帮助，对社会有帮助，对所有的人拢有好处，那呢，这就是益，益的流露啊，是毋是安尼？哦，啊，所以讲学愈济，做愈济，这益吼就愈来愈大，吼，啊，这益让咱感化众生。啊，
所以讲店要好，要济，要冲咱的店，要陪咱的店，咱一定爱透过学习，爱透过学习，咱这个店才有法度陪，才有法度用咱的店就对啦吼。所以为学就是到最后是要互咱的店愈来愈充足啦吼，店爱透过行啊，所以讲学习这件代志非常的重要。所以孔夫子一直讲，爱好学，爱好学咯。一个好学，咱拢知影吼，在孔夫子讲出来学乐的人，只要会学乐话，这一定是贤人以上的人吼，不是圣人就是贤人啦。在《论语》内底吼，孔夫子学乐话讲伊好学的，咱敢知影有几个？孔夫子学乐话好学，在《论语》内底有几个？咱敢知？三个，拢总有三个。第一个，孔夫子家己啊，孔夫子伊有讲的讲十色之一，有中是如母者，如母之好学也。咱有听过嘛？这是第一个。孔夫子家己讲，伊是好学的人，伊毋是天生足聪明的伊是透过好学，无人比我遮好学的伊才在学啥？学迄个一日的物件啦。搁第二个啥？咱应该就拢知影。伊讲问孔夫子伊弟子内底啥上好学？就是啥？颜回嘛颜回啥？因为不成龙不及格，但是呢，不言端明疏仪，就早就过身去啊咱即摆有看过好学的所以第二个就是颜回。那颜回好学不迁怒不恶过，所以讲伊好学伫个也是心性啊。搁第三个是啥？第三个就是魏国的大夫孔文子，孔文子孔夫子学乐以后，他讲是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对孔文子伊学乐以后，伊家学乐以后学啦所以讲咱甲看，这三个好学的咱甲看，伊真正拢是为学之一咯。伊不只是在家己的心性上咧努力，伊甚至讲伊做出来拢是为了做这个代志，真正是甲为学之一。所以孔夫子学乐这三个都是好学的人。什么叫做好学咱下下就提出咱孔夫子的这段。孔夫子甲咱讲君子食无求饱，衣无求安，礼义疏人，信以言，就有德以正言，可为好学也已。孔夫子对好学伊定义伫遮，伊讲一个君子要食你免食无足饱，食毋免求饱，大毋免求甲他讲爱住甲足安稳食咱若是咱要食，又要维持生命嘛维持这个身躯的生命，所以食来讲无莫求饱，无求饱无要求啥？求袂枵。袂枵就好啦。真诶，咱即摆的人有遮侪毛病，其实拢是食伤饱，食伤好，食伤饱，连到毛病拢来了，对咱身躯，对这个身躯是无帮助的。所以咱甲看孔夫子就有智慧的，甲讲食袂使求饱，爱求袂枵，食好袂枵就好。咱若是因为枵才爱食嘛所以食好袂枵就好人食好饱，食好饱负担，是负担。大呢，袂使求安稳啦。咱是安怎要大只是讲，互咱有一个咱做工必虑的所在咱一个安住的一个所在。但是呢，咱袂使大到讲伤过舒适啊。你若伤舒适厝伤大间足舒适的豪宅各位知影？咱敢有住过豪宅？咱定还是无住过豪宅啦但是有看过啦无住过，咱嘛有看过介绍，有看过影片，看过迄个图片。迄豪宅够金身，够就是要住。咱若想讲五星级饭店就好，有舒适就好，有够舒适的，咱想讲，咱来咱住伫遐住一间，有咱偌好咧就好着。但是呢，各位知影？咱若一直住豪宅，住了足舒适，咱一直咱就无想要出来啊。太舒适了，太舒服了。但是个代志要免做，内底啥物
咱要咱度化众生。所以讲大，甲你讲居无求安啊，迄足恐怖的，咱在数学环境内底，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代志吼。所以讲咱来食会晓就好，啊大诶有一个所在，互咱安稳就好啊吼。啊来呢爱秉医书人是有言啊吼，做代志会较美丽啊，嘛是爱较好诶。吼，该咱做紧来做，吼，计划有好势好爱家己做，吼，嘛拖山山啊等的啦，啊等我有闲的啦，吼，人生是足无常的，啊较打拼，较紧做的，啊讲话呢爱较谨慎的啦，所以十五条有几甲咱讲爱谨言慎行，吼，出话较说少一点，吼，会当莫讲就莫讲，啊若讲出来拢一定爱讲善的骄好话。爱讲有帮助的话，嘛去讲事规啦吼，啊，做爱较美丽爱紧做吼，行善事，善事爱紧做，吼，行善布施爱紧来做，吼，重点是遮爱就有道义情的，爱接近有道的，接近有道的，伊会当端正咱的行为，端正咱的心念啦，咱的不足，咱的不是来透过道来纠正，所以爱就有道。啊，咱即摆拢是咧求有道，所以讲咱道理一直甲咱强调爱三不离嘛，不离平等，不离分德，不离善知识，这就是咧甲咱讲爱求有道。这三项代志就是咧求有道，因为这三项拢无认为道，啊道是会当互咱心念正，行为正，吼，一切拢是正的，安尼才是真正的好学的，吼，啊，这才是真正的美学。吼，啊，咱嘛想讲吼，伊后壁甲伊讲爱一顺啊，啊，所以讲咱就免学啊，吼，毋是啊，袂使安尼甲伊讲吼，咱足重要的，所以讲咱在道场内底一直甲伊讲，咱一定爱学习啊，你若无学习，你就无法度了解道理，你无了解道理，你后壁要哪修道？所以讲一定爱先为学一义，刷落来才当进入为道一顺哦。咱若无为学一义，你无学遮尔啊济物件，你无了解遮尔啊济道理，咱毋知影人生真正的意义是啥物，咱毋知影啥物是道，咱毋知影咱原来爱搁为着道来修行啊。所以要为道一顺进前，一定爱先为学一义。这一段即种内底一开始爱先讲为学，后壁还甲人讲为道。哦，毋是无原因的哦，是真是按照步如而来的。啊，学一定爱义，一定爱义啊！吼，所以讲爱较打拼啦吼，较努力的，啊来要进入，咱拢了解啊吼，即摆大家拢学啊，学个了解啊吼，即摆爱就有道义情的，所以开始爱为着道呢，爱开始一顺啊，爱开始顺的功夫爱来啊，啊，啥物是顺？哦，顺就是减少。减少吼，啊，都爱增加吼，学习爱有进步、有增加、有帮助的。啊，为道呢，爱倒变啊，爱开始减少，爱减少啥物物件？减少啥？减少无应该有的啦吼，所以爱顺调啥？顺调咱的知见，顺调咱的情欲，顺调咱的无念，遮一切无应该有的，咱本来无的遮物件，拢爱家去。拢要甲伊顺调，吼，这就是顺的一个功夫。所以来到为道咧修道这件代志，一定爱顺。所以讲为道一顺，这就是一个修的一个功夫啊。修，吼，毋是搁咧学这个物件，修就是啥？修改啊！你本来这物件就是爱来修好歹，所以修的功夫就是开始啥？开始剃度啦，爱切磋剁破，哦，开始无应该话给去掉、下掉、减掉，一直简化，一直去除，吼，后摆还当恢复咱本来这个清净的出现，哦，所以讲修道这件代志，爱透过修，那修就是爱用顺，爱减掉啦，减少啦，吼，所以讲咱的看法。咱的知见得安怎来？学来的啦吼。所以讲即摆要见着头前学遐尔啊济啊吼，学遐尔啊济来到遮来，我爱甲咱学的，
对嘛？吼，讲我莫学遐尔啊济物件，我就免去读遐尔啊济，好像也没错。但是呢，咱无学遐尔啊济物件，咱唔知影咱爱去读遐尔啊济啊，咱唔知影爱去读啊，所以敢莫学。哎呦哎呦。本来是爱学啊吼，啊所以讲伫遮顺，哦，顺就是吼，啊，甲咱这思想家己去除吼，体力的流行啊吼，所以讲吼，来到遮吼顺，来讲吼，你有去用，才会顺，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有去用才会顺？这真有意思哦，各位想看卖啊？咱啊吼，咱来去买，咱有买物件吼，吼，咱爱行行来去买来。譬如讲，吼，咱一台车，吼，咱要代步来买一台车吼，咱买车一定是买咱家己的车嘛吼，啊买车倒来，咱家己放伫车库，还是摕出来开？摕出来开啦吼，你车买，如果讲你放伫车库，这台车敢是车？伊只是一个观赏的东西尔吼，你无去家己用，吼，伊永远拢是遮尔啊新，啊，永远都是新的，吼。但是你甲这台车起来开起来用起来载人，啊，这台车是一工比一工较有，每天都在磨损，拢在损，但是呢，车伊的用途够展现出来。哦。这车才当展现伊的用途啊，伊会当载人，伊会当代步啊，吼，伊的用途出来才会出来嘛吼。但是伊要显出伊的用途是爱顺，要不断的磨损啊。咱买物件共款哦，咱要买这项物件，因为咱需要这项物件，咱才会去家己买。啊，买倒来了，你若无去家己用，这项物件伊的价值无法度显露出来，你一定爱去家己用，爱去家己使用。这项物件才有法度显出伊的价值。啊，你要看这项物件有在用无有价值，无你要看伊的磨损程度就知影。一本册，好，然后星星表示咱都无咧看。好，啊，这个讲好，已经现甲已经，好，足贵啊，好，咧画吼，表示讲好足认真，大家咧家己看。哦，这本册就有伊价值啦。哦，啊，伊价值爱显出来，一定爱顺。所以你若有去家己用，你才会顺；你若无去家己用，这个顺的功夫就无显露出来。啊，所以修道嘛是共款，爱一个顺就是咱大家去家己用啊。咱爱甲咱所学的头一规学者，咱所学的这个物件，爱进咱的心，透过咱的心去甲伊转化，用在咱的生活当中，较会达到顺。咱这脾气五病，咱这知见五戒，五知五戒，这较慢慢去甲伊顺掉，慢慢去甲伊去除。咱透过咱学来这个道理，知影讲哦，咱修行学到这条路，修到这条路，就是爱学到无私心、无私欲，哦，啊，甲咱的脾气毛病拢爱甲伊去除。哦，那安尼咱就照安尼去甲伊做，去甲伊落实。当到有一天，咱的脾气毛病拄有少的时阵，这就是咧为道一顺的功夫啊。所以要一顺，一定爱先真业；要为道，一定爱先为学。啊，所以讲为学的真业，为道的目的是啥？为着要为道啦。为学的目的是为着为道。啊，咱为道一顺，到最后会叫啥？是真业啊。啊，所以是一体，是不是一项代志尔？所以咱来看，你讲的是啥？你讲为学，你讲学，为道是讲道，所以两个学法叫做学道。学道啦，啊，咱即摆就是要学道，吼，爱学道，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改，吼，所以讲修办，吼，学，吼，学道其实就是修办道，一体啦，吼，所以讲咱。哦，师母有一个词汇甲咱讲话讲，任何的知识，哦，经过你用心了后，伊才会变做智慧。咱学遮尔啊济，拢是学知识，吼，学足济啊，吼，种知识，咱像咱即摆来听，这嘛是咧学知识，听遮尔啊济道理，这种落
在地上哦。咱即摆看经典看法者，嘛是拢落在地上的赞处哦。爱经过啥？经过用心，吼，爱用心啦！你爱甲咱学的遮物件，甲咱听，甲咱看遮物件，入咱的心嘛，真正爱入咱的心，你爱去甲伊思考，思考，思考再思考。咱思考进咱的心了，到尾你甲伊演出来，这才会当变做是智慧。所以咱拢讲爱转心成理，你要转的功夫就是爱用心去甲伊转。所以讲咱听咱，你今日做一个比喻啦，是讲迄植物咧成长啦吼，拢共款爱先生出来啦。啊，慢慢大汉叫做长嘛吼，透先来长，长来咧，你若有转化，吼，你若有转化到尾，你会开花结果成熟啊。啊，你若无转化咧，伊就变老化。无转化的功夫，你就是直接变成老化，啊，老化了咧，你就凋零了，就没有了。所以转化这个功夫，吼，就是为道之顺的功夫。啊，为道之就是咱爱。所以讲文思修，若是爱先文，你爱得文，你爱复学，都一定爱先学足济，然后甲咱所学的就是啥，内化、消化、吸收、去思考，吼，啊，一个爱入咱的心，入咱的心爱将是咱产生咱的智慧，就是像咱遐啦，要准备道理，啊，要准备一场课，要准备这场道理。是不是爱看足侪书，找足侪资料，你收集很多的资料，然后呢去甲伊做一个整合，讲哎，啥物扣我较好，哎，逻辑爱互伊顺扣去。如果讲嘿整合好啊，咱若无搁静落来，好好去甲伊思考，好好去甲伊开始消化，哎，只是落在表上，迄物件拢是别人的，拢是我收集来的资料，这毋是我迄物件，你讲出来无味，因为我只是。咱若照搬尔，我甲遮捡来，教来互大家了解下，你是照搬过来即个道理，大家听袂入心啊，你嘛无道理啦。咱如果讲咱准备遮资料准备好啊，咱一直去思考是安怎，人要咱讲绝对有伊个道理，去体会，去甲伊思考，然后哦，原来如此，哦，这真正变做家己的啊。因为你思考过啊，你消化过啊，你内化了，你转化了，这是我的智慧啊。所以我就咱侃而谈，我咱把我学的这物件分享给大家。啊，大家听时就感觉讲，讲书讲了有道理咧吼，听起来真有道理咧，就无共款。所以讲咱若无经过用心，咱学的物件你无去甲伊转化，你无透过一顺的这个功夫，甲这不应该的气度转化这个过程，咱若无智慧是袂生。哦，所以讲这就是为学为业为德为顺啊。哦，所以讲呢，不是安尼了。来呢，甲讲爱个顺其有顺啊。吼，拄仔知影哦，知影这为学甲为德的关系吼，啊，免咱一日了一顺了，甲讲爱顺其有顺，这还是功夫啦，真正系功夫伫遮啦，顺其。有顺啊，虽然讲哦，修道是一世人的工，是一世人的代志啦。你袂使讲我即摆叫圆满啊，无可能。吼，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到一定要盖棺论定，在爱盖棺进前，拢袂使讲咱一定圆满啊，袂使讲咱一定成功啊。伊随时都有可能一礼拜2到3天，所以爱顺其有顺。一再的去甲伊去除啦吼，所以讲顺其有顺就是你要反复的用功，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去甲伊做，无间断的哦，无停止的哦。这个功夫，这个修的功夫啊吼，是袂使停止的，你要不间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甲伊做，去甲伊行这件代志。所以咱讲修道这件代志，修办道这件代志。无困难，无困难，但是呢，难在持之以恒。好，啊无听道理，听咱讲讲这道理，听起来就简单的啦，这道理我
烦恼样讲，我嘛拢知影，但是难在哪里？难在持之以恒，去家做落去啊。因为咱人拢有欲望嘛，哦，咱个拢想要贪享受嘛，咱拢会起贫惰嘛。啊，所以当咱贪享受的时阵，当咱咧起贫惰的时阵，哎，今仔请假卖日班啦，我来你放松一下，我来去爬山，我来去佚佗一下啦。咱会甲请假，咱就想要甲上天请假，因为咱有欲望，哦，咱有需要，啊，所以讲话，哎呀，不断的去读书要爱不断啦吼。啊，这种功夫吼，确实真正难，确实难的一个功夫哦。啊，但是难，咱嘛是爱去做啦吼。人讲较含慢的，咱无法度像圣人遐尔有地位嘛，不要紧啦，咱较含慢，咱就啥勤能补拙嘛，对无？咱较含慢，咱就较拍拼啦。所以中医讲吼，人一定志，己必志；人失定志，己千志。人做一遍袂晓，那咱就做100遍，总是会做的嘛吼。人10遍会好，那咱就做1000遍。啊，我周日盘的迄咳嗽头卡就是扫尘除垢，遐尔含慢的扫尘除垢，咱嘛行呢？伊若伊顺其有顺啊。哦，伊无简单的，拢无天机的，就是一直咧扫尘除垢，到最后，咱嘛行啊。啊，人会行，敢讲咱有比较含慢吗？无，咱绝对无比周日盘的较含慢，咱大家拢比伊较巧，比伊更较有地位。啊，人会行是安那，咱袂行，因为咱无顺其有顺啊。吼，咱无，你就无简单的啦吼，所以讲咱真正，哎，较拍拼。较拍拼啦吼，爱做到啥物程度？爱做到无为啊，无为就是做到自然啦，做到你无心去做这件代志，伊是一件足自然的代志。当咱做到伊是足自然的，你拢毋免起心念，你足自然的当做这代志，咱甲咱强伊，咱有信啊，咱就有信啊吼。咱甲看迄周日盘在扫到尾啊吼，嘿。足自然的呢，这件代志对伊来讲是足自然、自然而然产生的动作啊！吼，伊毋免你思考讲我即摆要扫哦，我即摆要念扫尘除垢都无，足自然就是咧扫除啊，足自然扫尘除垢就走出来，做到这个程度，啊，当然有法度做到，咱就甲你强硬啊，这是一种的自然的，已经足自然的。当然，做甲讲时间到，咱自然地咱来上班，你无感觉讲上班是一件痛苦的代志，咱无感觉讲上班是一个咱的责任是一种我是一个人才，我就是爱来地方长班一班，吼，因为我是一个道士，因为我咧修行的，所以我爱来长班一班。那还有这个想法，还是爱去继续修。咱若修到讲吼，时间到自然来，因为本来就是爱来啊，足自然的啊，吼。你若当作已经做到这是足自然的代志，咱道理是足自然的代志，你毋免搁去思考讲我是安怎爱来，我为虾米爱来，因为我啥物安怎，因为我啥物责任，我担啥物道歉。咱若搁安尼想着，咱若要做到讲吼，你无任何的想法，足自然，你着要来学习，足自然，你着来道理，安尼甲咱强气哦，咱已经进入无为啊呢。啊，你讲有困难？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哦。一直在做，就像咱咧学习共款啊，拄则甲咱讲，咱要学一项物件，学一个技术是，咱会用足侪时间去学，开足侪精神去甲学到尾啊。这个技术是咱的吼，这个技术变咱的是足自然，你敢爱去想讲你安怎，你较早安怎学的？袂啦吼，就像咱咧开车，咱拢足大部分都有学过开车啦吼，咱遐开车，啊咱咧学开车拢去驾训班。啊，去驾训班教咱开车啦吼，都会教咱安怎操作啊吼，倒一个是加油，倒一个是动啦吼，啊handle啥，我甲咱讲吼，啊要咱几落，啊即摆要正话就爱芳几日，倒来芳几日啦吼，啊你要倒车入库迄阵哦，遐去驾训班吼，啊因为拢会在你怎看一粒石头，看啥物物件，甲你讲哦，你即摆看，咱看着这粒石头，你爱芳几日，哦，啊到遐看，甲你倒芳几日。我咧甲你讲，你看到啥，你就爱正拍倒，较安尼吼，你就当顺啊去倒车入库，你就当好好啊路边停车，用这个记号甲咱讲，好，讲左几圈右几圈，然后咧甲咱教，吼，啊咱一开始就叫这个步
免啦吼，你道理咧开车根本就无迄个指示，无迄个记号伫遐，咱即摆嘛停了就好势啊。吼，咱足厝人咧讲，爱拍几年啊？咱嘛唔知，足厝人就知影爱拍几年啊吼。所以讲，开车一开始，透过练习，这就是一个功夫，一直练，练到咱足熟手啊，足熟手啊，开厝的时阵吼，足厝人咧正胖倒胖足厝人。这个啥？因为顺啊，顺到来已经袂记啊，你已经袂记较早甲咱教遐技术，变成自然啊。开车足自然，依据无为，因为咱学甲足济啊，甲遐学的技术也已经内化转化做咱家己的，顺到最后啊，就变做无为啊。你免透过思想，免思考，你足自然你就晓开车。啊，这物件共款，其实共款修道嘛是安尼呢。咱的脾气无变嘛是安尼啊吼。输来吼，咱脾气即单，慢慢学吼。即马人搞袂啊随生气，咱来甲咱的就吼，停3秒钟、5秒钟啊，较生气。吼，愈停愈久，到尾你就袂生气啊。咱就渐啊，就愈袂生气。所以讲，不断咧顺，这是一种的功夫啦。哦，所以讲顺是有顺，这是一种的功夫。所以讲咱修的吼，就是爱透过顺的功夫。就比如讲咱拢听过人生如花的故事。讲一个老修行人吼，伊感觉讲，我修行已经修行到有够好的啊！吼，我这心已经修行到不动心啊！吼，我心吼已经练到像花共款啊！吼，拢无火啊，足平静的。所以呢，伊就伫伊的草厝的外口搭一个心如花条，写伫遐讲，我即摆练到心如花搭伫遐。那有一道吼，观音菩萨经过看到迄只心如花啊！吼，伊就要去甲伊考验。啊，所以伊就化做一个老气者，吼，来到遮，吼，就来讲吼，讲这修行人吼，即摆你头前吼，甲这牌啊写的是啥物物件，我唔捌伊吼，唔知影你写的是啥，吼，伊就甲讲吼，我写的吼叫做心如花啦，因为吼我即摆修行甲吼，我自信拢袂起心动念，我的自信拢足平静的，交花共款啦，吼，拢一点点啊花就落来。哦，原来是安尼哦，真好，行2、3步，来搁行，我搁袂记啊啦，你拄则甲我讲迄3字叫做啥物啊？心如花，哦，自信想甲咱花共款，无脾气无咩啊，安尼哦，搁袂记啊，搁我就少落一个拄则讲迄3字是啥，我搁袂记啊啦，心如花啦，哦，就甲讲，安尼哦，搁袂记，就话我拄搁袂记啊呢。好，我讲这个袂晓。哦，这马上这气这就变做观音菩萨，心如花，内底阁有花啦，阁有花青啦吼。啊，即摆来了这个修行人啊，真正是吼，讲家己修甲心如花，无影咧吼，来看人咧，可是咱课咧吼就来啦。啊，所以我咱修到啥物程度？无代志来活的时阵，无技术来甲咱考的时阵吼，咱拢感觉讲咱修了就好诶。咱自以为咱修了就好诶，但是呢，要考验吼，要验收咱即摆修了好，程度好啊，迄日就知影啦吼。你交人斗阵就去啊，所以讲咱即摆即期咱培养期咧修行嘛吼，在家修行吼，这就是互咱练花好上好的一个方法。因为今世，在这个世间有足济人事在来甲咱活，吼，咱修迄项道，咱无出家呢，咱是在家修吼，在家修行，啊，咱知影家内底有偌济课啊，吼，这个家就是在世啦，吼，入世的课业有足济，家庭内底，吼，阿妈某的课。爸仔囝是干嘛课？哦，家庭内底也会课，亲人会课，上班事业嘛会课，朋友嘛会课，无所不至课啊！啊，咱就是爱在这种的环境内底，才会当练就咱的花后。这就是要甲咱活，要互咱会当透过
透过遮个镜，无透过遮个书吼，睇袂出来，咱顺袂着。啊，所以讲吼，即摆遮修炼虽然讲足辛苦啦，但是这嘛是互咱提升上介好的一个方式啦。哦，所以讲吼，咱应该是咱师傅给咱推一个副本吼，伊讲吼，咱常常把道挂在口中，咱常常把道挂在口中啦吼，讲道理吼，就讲讲来道吼，咱修道的啦吼，咱这讲道理吼，常常把道挂在口中，啊，别来看，不知把道画在身上。咱讲唔知啊，把道画在心上啊，拢嘴咧讲，心无咧听，拢道在听条讲，无甲道真正印在咱的心上。所以咧，咱即摆人是啥？功德有余，火候不足。功德有余，但是火候不足。这是咱即摆通的哦。咱这是宪法内底甲咱写的哦。功德要做功德较简单吼，行善布施这较好做，行外功较好做，但是呢，要内务歹做，内修歹做，所以咱的火候拢不足，功德有够啊，但是火候不足，所以讲吼，火候安那爱透过顺其有顺，爱透过一定在啥去改。行去家做啦吼，所以讲咱管理开遐侪时间学遐尔啊济，那呢咱共款，既然会当学遐尔啊济，咱共款会当开遐侪时间，一而再再而三，把这些不该有的去把它去除。共款，方法拢共款啦，一个是正经，一个是气度，拢共款。所以讲咱即嘛吼爱学的，咱欠缺的是欠顺其有顺的一个。功夫啦吼，所以讲咱路途遥远，修道这条路是个遥远啦吼，所以讲佛说一切法为道，一切行，用一切行，何用一切法？这一切的法门吼，其实是为着咱气度咱无应该有的啦。啊，咱学遐尔啊济，为着嘛是要互咱了解道理，了解道理了咧，然后甲咱无应该有的气度。当咱一切拢无啊，咱嘛毋免学啊，嘛毋免搁去读啊，道本不用修啊，但是呢，咱无污染。啊，咱即摆就是因为有污染，所以爱透过修，透过学的这个过程。但是当咱拢无的时阵，就拢唔免啦。咱就也看过一个吼，叫做鸟笼效应啊吼，咱有听过鸟笼效应？真趣味。讲在1907年啊，有一个叫做詹姆斯的教授吼，伊按哈佛大学退休，伊是一个教授吼，爱在1907年伊当退休。啊，同一年退休吼，佫有伊的一个好朋友吼，一个物理学家叫做卡尔森，伊嘛是同一年退休啦。啊，两个好朋友退休啊，即摆有一天吼，两个咧开讲，这个詹姆斯就甲讲吼，我甲你烧书，无聊嘛吼，我咱来烧书哦。啊，是个烧书啥？伊讲吼。我一定会互你饲一只鸟啊！我要互你饲一只鸟啊！啊，卡尔森咧想讲，无可能啊！吼，我根本就无想要饲鸟啊！吼，因为我无想要饲鸟啊，所以咱两个小师讲，你要叫我饲鸟啊，但是我无想要饲鸟啊，你感觉家己小师？假啦吼，我本来就无想要饲啊，吼，所以绝对是我赢啦吼，所以就惊小师啊吼。这个无偌久，这个卡尔森生日啦，生日的时阵呢，这个詹姆斯就送伊生日礼物嘛，吼，送伊一个足水的鸟笼，鸟笼啊，吼，送伊一个足水的鸟笼互伊啊，吼，啊，这鸟笼啊，吼，足水的，因为伊足水啊，啊，所以呢，这卡尔森收着呢，吼，大概找一个所在，甲调来遐看，欣赏这个水的鸟笼。啊，即摆人客吼，一个来吼，来人客来到因兜看就讲。快点去看足水的鸟笼，教授，请问吼，你的鸟仔是当时死去的啊？啊，即摆这卡尔森讲，无啦吼，我无饲鸟啊，这人送我的啦吼，我无饲鸟啊。吼，啊，一个问啦，问吼，一开始这个问的时阵吼，伊个想要甲伊解释，啊，大家来拢要甲问啊吼，啊问久呢吼，迄个变大解释吼，讲
看到这个鸟，咱就在问我鸟啊，当时死去，问到有够烦的，结果咧，饲袂一只鸟啊，家己饲内底啦，安尼啦吼，所以咧，伊赢输，伊输去啦吼，这就是著名叫做鸟笼效应啊。这个你甲伊讲啥？讲咱足侪人，伊的这个效应吼，鸟笼效应咧讲啥？讲大部分的人吼，大部分的人当你得到一个鸟笼仔的时阵啦吼，大部分的人会去买鸟啊，家饲伫内底，少少人会甲这个笼仔等了。好，这就是鸟笼效应。其实足侪咱拢落在鸟笼效应内底啊。咱会因为这个笼仔开始添鸟仔来去。吼，因为咱买一间厝，所以咧，咱就想要互这个厝的舒适，买足侪物件入来。吼，因为咱有一项物件，吼，咱就要互这项物件拄好，吼，咱就开始进来足侪物件。因为咱的心内底有所住，有咱的喜欢的物件，所以咧，咱要满足咱的需要，所以咱就去摕足侪物件来满足我们的欲望。但是讲，你要从根本着手，把这个笼仔淡掉就无去啊。所以呢，甲咱心内做的物件，甲伊淡掉，去除就袂啊。你就会一直爱足侪物件，足侪物件你来，其实是负担的。所以咱每一冬来讲年底大扫除，足痛苦的吼。有艰苦无？足艰苦的吼。当大扫除开遐侪物件啦吼，奇怪，你一冬内底是我一冬内底会当分遮尔啊侪无应该有的无路用的物件，当初是安怎要买的？咱到迄落去外口踅踅转啦吼，看到物件足爱买啦，结果买啦拢无用过。敢有？有啊吼，一定有，因为咱个嘛有奇怪的，你明明去啊，人咧看物件看，袂歹呢，你等应该就有路用的，是安怎到大扫除的时阵摕出来，这贴嘛无贴，既然无贴无你当初是安怎要买？嘿，因为咱有所通嘛吼，要满足咱这个欲望，满足我们购买欲。所以讲去除啦，把这个鸟笼去掉啦，吼，你就袂杀遐尔啊济啦吼。当咱恢复清净的时阵，达到无为的时阵吼，一切有上这物件拢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过去吼，咱个渡吼，这个法船，这个船啊是帮助咱渡过这个河，但是过了呢，这个船啊感觉个歹，就无啊嘛，好大家放它。所以到尾啊，输到最后，咱甲咱学的，输到最后就是讲无为，所有的一切都放掉了，变作是主人。咱袂使要接着任何的物件啦吼，这个是顺其有顺，依计以无为。但到最后是无为，无为就是足自然的、天性的流乐，自然而为。你唔免搁经过咱这个思想。无经过咱这个心的思考，自性直接流露出来，无透过心的作用，这就是无为，自然而然的作为。好，爱达到这个境界，还是真正好，向这个目标来踏行。好，所以讲对这段咱就来做一个结论吼。修道哦，唔是增加咱的知识，只是要转化咱的生命。把咱学的爱经过转化，用在咱的心上，然后落实在生活当中所以从知识当中去体悟，咱学遮尔啊侪物件，咱学了，咱爱去家体悟，爱去家思考，然后再从体悟当中来去践行。咱思考了、体悟了，把咱所学再家显出来，落实在生活当中然后从践行当中去回归，来显到最后是个回归咱这个天性自然的本性。好，所以透过学习为道之业，慢慢来学遐尔济，然后透过为道，为遐之业咧，一直学到尾为道之术来去体悟思考，来去家显，最后做到无为。所以从知识中体悟，那就是
这就是顺的功夫落实。你去用，你有去甲伊行，有去甲伊用，伊才会顺嘛。吼，你无用无行，就袂顺哦。所以去提悟去行，这就是顺的功夫。那做到最后，行当中要回归，就是回到无为的一个境界。哦，那这是咱下对这段的一点仔心得做一下分享哦。啊，互咱大家吼，咱回味一下哦，这段。